见世面，我呢。中国政法大学很难考吗？不难考，不难考。小姐姐放暑假了吗 ？Yes。Yes。It's my summer vacation. My summer vacation is coming. 中国政法不是很难考，比起上财大、洋财简单的比较的，练好的。晚上见，拜拜，拜拜。而且你是2几届的，我也是2南开的，哎，我是那个时候毕业的哩，20年毕业的，20年毕业。还少6年呗，6年一。打等到6年没呗，我个甚至读啥6年的就6年的，今天也别拿6年一。消费找不着培育大学找不着我那里，说你这个嘛，top 高你这个嘛，我那个嘛的，更多人追星去多少可能，过来嘛，来上海追星嘛。姐姐放假放好久，对我其实从5月份开始放暑假，然后我就一直是暑假的，但完了真的我买的这么来吃的的，我就没有，我直到毕业为止，我都可以说是一直是放假。450多哎，随便一个985终端吧都可以，985终端的应该都可以。但我是普本感觉不好是吗？是挺好的呀，挺好的呀，上海普本也挺多的呀。安晴好。我感觉我适合小一点酷酷的那种人。从来你们明星签不这联不知道嘛？的上学的丢什么多哎？这样签不人来嘞，你这不什么多？96的嘛是那很少的，我是02年的。96一呢，我来老爱瞧的吧，我02年的，现在24岁，老女这批，老女去这批人。哦，我答错了哎，你适合小一点酷的那种眼睛哎。对因为我脸很小，直接在上海读硕是吗？是的，好美好真实，一点滤镜都不带，都在哪？参加我那差多个了，这大家忙他去当好大眼的里头，可得拖不来团结是人这通没着。你看的，这里是的。好，这样天气好点了。上海西藏学生多吗？多，上海的培育我都忙不着的。上海的培育，从今年的忙起，这没办，都就这他看不着这忙不着的，拉这这乌藏给拉这忙不着的。上海天气哪个更舒服呀？那肯定是上海。真实主播最好看，推荐哪？但看中我俩啊，等会儿给我登记推荐哪？谢谢你们的喜欢，比心，推荐哪？姐姐是家是艺人嘛？对，我是100%的艺人，我是100%的艺人。但是年艺的，你这嘛的，这差不多没呗？你看这艺差不多一堆，你这小个没的抓住年轻没呗？就是看嘛没给我钱，那些个这差不多给我钱，小个没的话抓住年轻没呗？你这嘛的，意思呢？但看是年小个没的样，我这明不得去，那年了嘛，但是我这没得当年这的，我是那种人。姐姐是什么星座？我是水瓶座。姐姐化妆了吗？我化了一点点，我画了个腮红。这样子。上海模特吗？姐姐是上海主播，是上海模特吗？森的模特就是模特，什么叫上海模特？这个你去搜一下 Conor， 真的普本我不太懂。有独特的想法，也想留在上海、杭州，回去就大三了。姐姐有什么经验可以推荐吗？
你是想之后陪了老年人吧？那可得给那点点嘛，顶你给那些的，要么都试一下呗。嘿，what's up? Oh my god. Yes. Actually, I have to tell you, my friends have a crush on you. 别啥从俺咱们这个就我先叫是那通叫给的，你几个的钱？不然你态度哪里下？What's up, What's up? How you doing? Really? Yes. But I'm not gonna tell you the person. But yeah, one of my friends have a crush on you because she always talking about you those days. 姐姐墨镜和耳环有链接吗？可以进我的那个粉丝群。Hey dude, can you speak Chinese? Hope to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I'm not sure. I will ask my friends. My friends dying to see you. 姐姐怎么各方面还好。姐姐是模特吗？对，半个模特吧。姐姐上大学在哪里上的？我在上海上的。不管我这年是这些去得起，我先叫个米花不到了，跳动那就来干啥去 ？OK 是 OK。I'm speaking Tibetan. Maybe you don't understand what I'm saying, cause I'm from Tibet. That's why I speak Tibetan. 大几了呀？我研二了。上海和广东哪个好？上海呀。小妹，我很喜欢看你的直播 ，Thank you，推荐了。而且让哪个米态度都是对的，等到俺这是上你这些的，这什么家人都了不啦？俺这是的，这看的时候家人都是这么说啊，这年不见都是的，对的。现在忙起这是的，让你态度那就对呀，或许都这是他的个呀，或许个。这是的，因为参加当俺来罗群就了吧，俺参加这是年过年是的，这差不这这家里都是这了啦，家里给参加其实你刚打死你把他们带多一点多，带那样是不是事情没的？口语怎么练？其实那登记绕不什么多呀，俺这公司起了这么早起，绕不当成我现在么吧？你应该叫我去给你嘛着呢。没有欺负，不好意思。可是能会的，顶地绕不的会加个一通的。上次咱们找的，直接一个人去尼泊尔，听不懂藏语呢，是危险吗？听不懂藏语，我不知道，我要去了，反正，我觉得不危险。我上次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危险，所以我这次也要去。这是你老有的拿过来工作，我们那里这是没多，一年也老外啊拿过这没我呢，还得拿老我了呢，老我啥的拿老呢，等一下我要去，这是的 ，OK， 法令纹怎么弄哎？这是可是啥地名了？可是啥地名了？这哪地名了？可是啥？哎呦喂，名的结束。这是要打的什么哎？这是打精油给他推，刮痧，好，我是打刮痧。对，刮痧给精油比较大，是不是不要给的？都是。你用粉底液蛮好吃的，我没用粉底液。我用了个腮红，没什么影响，我这也没什么影响。再见了。这个摩洛哥山林，刚才就落点就不呼吸吐。他顶上加上这说一下，就起点不够多了点，这个肯定也没吹把起什么，这空气都加起下。暑假回西藏吗？回，有谁想偶遇我吗？来，
些些偶遇的，这还好。我今天这边那龙年，今天这边那龙，这个挂在这上面吧，要不然太烦了。然后就是让家伙嘛，从我那没书记给让家伙这那么用嘛的，我那属于的，家的出去的书记，家的你是家伙这边困着钱了，家伙嘛这是玩意的，地面的正常身材啥，我呢，你不要觉得自己胖。俺从朋友啥的这里，这些家伙有的俺家伙多了，是你了，没事没个是蛮被骂的呢，你了是蛮被登了吧？家伙这些那个人，我俺到哪个大学下是的，俺啥法令纹都是的，当俺样还是啥，皮肤啥下红都是的，没家人我用呢，你了是家里就没呗，你这嘛去，是走啊去，我呢，是生病的糖链去，是捐钱那扎，累钱那扎。好呀，微胖是顶级啥？微胖来看嘛的，微瘦来看嘛的，所以搞不定的主要的，我呢流行开始都到嘛的，但在流行的呢，不加上你嘛流行的了吧？这个说呀，但听啥呀？这个门狗这没办单眼皮，这个门狗的起给了这这流行是不是的？这个门狗没单眼皮，加上然开始流行的点那然。好快啊嘛的，可到啊到这流行家伙呢，到啊起码流行刚不应该的，然后流行这点呢，然后说这是过年吧，流行了嘛对不起，然后说唐年节，说走啊球的，他挂都碰不得给，然后让家伙从那不过去给让家伙走多了嘛，然后他们仨还是青年吧，然后他们仨说蛮被打自卑啥的青年呗，你这去给我嘛的我呢，做自己就行，很大年太多闹了碰不得给，应急给我那的。说蛮被单这嘛当着去，要不说说唐年去，说凝结不通，说要不是通，你得去，等到差多单这个了嘛，我这个人这是了，碰不啥的干不过的，碰不啥的搞不过的，碰不啥的肯定通人要不过的是个吧，但别的给我都是我的给我嘛的呗，碰不才给我对没呗，不了才给对你这么多啊，几座地个了，我呢用的多啊。我们别的扎啥线啊，用到去那样我们都是的呀。别个啥发际线拖不用的拖不都是的。啊，不碰这嘛当吹起门这冷面或者么多啊。看这凝结不起来的，俺就碰没团他看上的呗。对。现在读的大学是一个双非，考研有点焦虑的些啥？你这两个都搞吗？考公和考研都搞吗？只要考过雅思吗？没有。哎呦，快等给快了，快是怎么刷到我的直播间了？好尴尬呀！你毕业后是定向吗？不是。法考难的发疯人妹妹噻，我因为这眼戳么来离开这法考，当法考当中的来他是的这个有不着的呗，来他是的考过去有不着。看啥？这个的是少数民族跟着了，来他一起，然后这个的口用跟着。这些什么专业？我说管理类越来越美了，推荐了。但录完这脑录呢，你也觉得我越来越美了吗 ？Thank you。姐姐很温柔，推荐了。你们等也懂，建筑老师您好，你好呀，贾文思。哎呦，汉族同学好相处嘛？都有的，前面看起来考不过我的，是考过去，他把都前推的打这个或者嘛，我呢给这些单打肯集团的，那来前面看起来要不的，前面看起来我呢质量呢要不好做的。对，你马上吧，你的没办法，如果中国这里生活的没着位。How have you been? I've been doing great. 直播间不用只用手撸鼻子不好吧？这是我的直播间，我说了算。我觉得好就好，我觉得不好就不好。姐姐以前是混的人吗？塞！我操，这句话有点伤人了啊！为啥？我看着像混的人吗？
上海排外嘛，哎，排，但是然后叔叔不大年多大点，这前面开我嘛的。我像混的人吗，洪总？这句话真的有点伤到我了，我不喜欢这样的评价。再见了，再见了，不像吧？不像吧？我哪里像混的人了呀？我哪里像混的人？过去。姐姐怎么变自信？哎，自信时呢？等一下，不像特别好看，谢谢。像真的吗？我像混的人吗？我不像吧？感觉会没事霸凌哎。那你真的，我跟霸凌根本没关系，根本不沾边。对，我跟霸凌根本没有关系，我还被霸凌过呢。You look so elegant。的呱呱，姐姐怎么变自信哎？我知道贾文思，你不会这么说我的。大呱我连就不要弟弟的，姐姐怎么变自信啥的？怎么变自信哎？以前呢，给上线他把朋友给制作拿了，我们自信差不多呢。你查来大就给听不懂哎。特别像叔叔您就有了，叔叔也会有是开领导这些米奇上那个欧盟委，给这人家协议上不上去了？朋友给制作的，但人家当着拿了忙去，你们中其实了，那个现在你们中的自行赛的老本着马下，老点跟着马下，他们可以同时进行。然后米亚罗不及其他的了，也可以自行时呢，让叔叔米新北来也会有时候嘛了，自行时呢，当个多就不用呢，你跟俺叔叔那个吃有啥没办，我替他吃的，以前那个。我来这我就是这卷大还有明年好过现在雇佣呢，你卷起大的你塞丁好雇佣，因为嘞我这卷起的也了点讲，我们度假去的下，你这3分多，或者是呢，你吃上了就是600吃到马600吃了吧？现在叔说我现在都没办，但俺们这去的下3之前，你大个的我呢，不用特别自信，但也不要自卑。不要特别自信，不要特别自卑就好了。真的，自卑前呢也给我妈的，自卑前不吧？让叔叔让他们被当这些自卑啥的的，让叔叔让人家不去写嘛，是米的让人家不去写的，让自卑才不多什么的。我觉得谁都没有必要自卑啊！就是吃上了叔叔更要的，那叔叔有点了的，吃上了找不的。没吃上了，找不的。等到听到就好过一百，说是来拖的给没的给没呗。妈，你这看着老的，根本这来西拉我妈的，世界就是一个大型的草台班子噻，给些的可能有可能没。所以刚来拖的，所以来穷没的也，也不都有给的嘞，别多的样子那些，我妈的没吃上没了吧？但没那应该说卷的吃上了吧？这张所以刚没来，让给这见大咱这业绩哦，没让我那写不啦。比穷嘛的，拍马屁穷嘛的了，让叔来叫没来车来叫，人家就些穷嘛的，后来是没让来给钱小了吧？我这是对大的，人叔大的我都是的，啊给钱的有人啊给有事，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就好了呀，不用特别自卑，我呢，在上海读研的梦想实现了，可以找阿佳玩吗？可以啊。我特别敬佩这位姐姐，相关当中绝对都提。对呀，我哪里像混的人了？难道自信一点就是混的人吗？说的特别好，说之前呢，他爸都碰不得给，你这么就是说什么学的，这有的钱我呢？你不要自卑，有什么好自卑的？你学个床没得给自卑才分这，那你家长我的自卑随手有。可不起那这，反正看你那嘞，反正都会变得很自信。反正我朋友也会这么说，我是一个特别有感染力的人。我当年都特别说，都会变得很自信。直接出个妆叫啥 ？OK。但那我的就是离开我之后没办法，叔叔人家自卑的老点给那好的那好我们的话，我当年都特别说，到看到帅气的。自卑是钱不完，人家说的乐得没办法，自卑穷嘛的，好多多就是乐得了，他们也会变得很自信。等到听到是盲目进入那容貌焦虑的这有给了吧，就是多的这人家不民族这生活给了，30年的米绿啥的连把
搞那个这嘛的，缺个我那些，但你那没留连吧，我那说家呢，这空气团呢，这现在让没留连头的，第二没子的，当大苏家的贵了，让没子去搞个就这点能看起年吧，我呢，甩给些都得到的，你这没人家做嘞，我这没苏起了那阵子没了吧，家伙那有不人家做嘞。我都是不，听到就讲我那是去掉了，没事别给去掉没吧？就不要自卑。他怎么还不来夜闯？估计有点都是。马背都是马背。It's the truth。对文化程度感到自卑噻，自卑我听嘛的，可是没办，学历top 这来绝不念不着的，我呢，我们让不在呀老那来绝不大的，看来素质民众这妈妈给我的，然后等到文化程度自卑下开始呢，然后文化程度top 这给我的上不吧低的，人家去在 top 这里绝不念不，开马线不，泡沫同军去不，不尊重女性，青年了要的啦，底层都很这的，很多这没办，公司这个老总这没办，总经理这类，的看的 Word 的 Excel 啥的，比较大马些年这样的，但你查啥了？你这嘛给我要嘛的啦，读过来是好嘛的，你不要对别人有滤镜。姐姐下午好，下午好。哇，这个光真的显得我好黑。你看刚才你都是给我地么着？我那学历top这里绝不念不着的工作，那没让了都有的。不可惜的学历top起还是不么让人生，最拉这拿了这我的给拉的这没呗，教授的这，泡沫年过第7年这没呗，他放草，我那有的。可以学，你这，我呢，但人家就在 top 个我的上，俺听说的等于呗，老得地名了的啥，房思琪的还是啥，老得地名了啊，你妈点个老得的当中还是没让给拉是的说了吧，没让给拉，但没让的怎么帮这些，没让怎么的这个搞不给我的，没让给一个啥去没呗，文字啥去的。这个现在这忙不过去了吧？俺没让了房子去的乐园呗，没让了一个老年给拉的，没让了的钱不的，可能老大都奔这钱，都奔这钱你管，都奔这钱，然后没让了少了，但这钱不吧？俺没让我呢，的钱去，行上去，是给拉的人家就在大个毛的上，然等到这人家了个现在开奔这大个毛的上，等到俺这那个度假这钱俺也过。泡沫头给打这那个度假这钱这些子，没让说掏不起，没让给人家啥个，但是个星期给人家啥的来掏不起钱没呗？人这些没让姐姐的阿妈点去就人是给不的，可能是汤不没让给，是个心情给咱拿去，没去开不给我，那没得给我的生活了吧？没懂呢，他也不给我的上面来，人这面对那没让掏不起去，自我怀疑这些人是给没呗？对，知道都市节目知道啊，我们俩还连麦过，家也知道我。有的我那有的，我们的人是给不人家，怎么不要我怎么看那个没让给老板打住的，人家的晓得。现在没啥的，其实就是真的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人。上一个视频是亚马逊，俺哪去了？我的镜头回去，然后我等完了50分钟，我不吃饭，然后当时特别喜欢杜丽姐，我也喜欢她，怎么还不来呀？在哪去？我在上海，我在你看我给小区的
这包眼镜是那个眼镜是我从网上买的，拼多多买的。今天是不是超热季节赛？才8米度，但是今天终于有一个好天气了。我看你对爱情兴趣不大噻，确实不大。我觉得没有什么爱不爱情的。跟着姥姥真草嘛的白笑，草嘛的，但别都我做这边。姐姐像东南亚的，对，很多人说我像菲律宾。菲律宾婆们可都你就是哪的？东南亚哪路的婆们你就学英语的，你看的菲律宾，那泰国婆们中，比那韩国婆们我真一点。我是西藏东部昌都的康巴藏族噻，类似。OK 呀 OK。다시 한 번 더.直接染过头发吗？我现在直播的时候我在想别的事情，想，染过头发吗？染过头发。啊，错点。恋爱脑不成大事哎。那钱可没那么多呢。有什么推荐玩的地方吗？哎，你去那个静安区那边都逛一下，那些有很多咖啡店。安福路的这个亲，然后还可以去一下那个克什萨地。酒吧的话，你可以去 ins 最近挺好玩的。你试试看，这还是拉萨的，我是拉萨的。变瘦了噻，对。我看一下我朋友。OK，let's go。好的，姐姐，你们怎么还在呀？我以为都没人了。要不要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灯熊泡沫？什么的加不了这，没对不起他们多啊，呢？加的你是那些没干了，加了就一边拿的是点多。看我的穿搭。看一下噻，他给俺们吃的我的灯熊泡沫。上次灯熊泡沫点到是年9多啊，俺灯熊泡沫点多，你这泡沫可是些个，而且灯熊泡沫抖音是点到啥？抖音是点个啥去吧？人家爱灯熊秘密了，事情他也是上讲点噻。而且看这的上我那俺我来下去，看着要这么多话可些不可些，等爱灯熊传么在地儿打伞，现在老这里的。讲这个事情，那你在干嘛？美女，我也是当熊的三只，都这样子狗多，是一个嘞，车呀的买不着呢，没事拿不着泡沫，
要群居。你好，你是哪里的？我是西藏拉萨的。你在读研吗？对啊。哇，这样好像在视频聊天呀。现在去哪个旅游合适呢？这个是有创业是有花是有。关注可以吗？是啊，当然不可以。哦，谢谢。在哪里？我在上海。嗨，你要直播带没有？娘，工作让等你对的是。不用对钱吧 ？Hello guys， 走，他人多的。他人家没多久。OK， 走，这去呗。去多少钱？炸卷呗。4个卷。你个你可以先其实可对那个做嘞。贴18点之前到。不是贴的，是接的。2个小时。18点。哇，不走的长发飘飘。你就是多呀。哇！这小孩对，我要去唱 K，那都是。让个地去来洗发膏吃不行的话。他这还行，他们这里用的还需要你来评价吗？还行。最近去哪里旅游合适？啥城市？上海的三亚一包就给你。俺来 OK。三亚一包就给你。多年嘞。直接上欧美，谢谢。俺必定就火什么的，或者是你必定几个钱下，对，进去是多少？点是点下，5公里那个。